切。哇，你有足多个安尼，一间厝2、3千万，190就是惊人啊吼！这咱有签起来吼，所以我们是这个打造整个爱情产业链来推动彰化八卦山这个天空步道成为幸福鹊桥八卦山天空步道吼，咱会给它布置到非常的罗曼蒂克幸福浪漫的这个幸福鹊桥结合这些产业界的朋友，让打造我们彰化成为一个幸福浪漫的城市希望我们共同来营造这个城市成为友善然后微笑的一个城市。目前还有这个。今天的4级，吉米，他作为下陈大哥的现场骂我。谢谢，可以试试看。这是1脸，不是2脸，这是3脸。我1包10块120包，3大包就可以了。对，其实这个也是1包跟那个原始版。对，我们现在。